阿里山铁路过去因为地动甲水灾，路灯器是一直咧修。今年7月总算会当完全通车。林业署即阵冒出一本册，记录这规站的过程，介绍附近的聚落甲文化风景，嘛希望继续来发展阿里山铁路的观光价值。抒情的吉他音乐声背景是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的风景。这个影像是林业署阿里山林铁甲文资管理处的管理师吴明汉翕的。毋但有林铁修复过程、沿线铁路的自然风景、聚落文化，都可以透过镜头记录落来，而且出版做一本影像记录册。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资产级的一个铁路，它的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很慎重去保存，包含我们跟在地居民大家携手前进的这个历程。我相信下一代的人看见了，他会懂，原来他们那个时候看到的林铁背后是经过这些历程。阿里山森林铁路捌因为921大地震、8水灾各种自然灾害路线断去，甚至阿里山火车头因为损害停止营运15年。经过修复，7月份阿里山森林铁路就通全线通车。林业署希望透过这本册，唔但记录林铁沿线历史风景，也带动山川的文化观光价值。也不是只着眼于铁路的这个营运跟运输，而是能够把过去完整的这个历史脉络，还有沿线的这个风土人情，加上不同海拔的这个自然生态的这个特色，可以未来在这个轴带里面充分的这个展现。掀开册内底相片记录村民打水果、上山落山的形影。林业署表示，政府投入预算，唔但修理铁记录，也真注重推广沿线的自然文化风景。希望透过这本册记录落来，希望这个特色，互更较侪人看到。记者郭文考编辑谢桂林台北报道。